美国政府针对东突厥散强迫劳动问题采取跨部门行动。拜登政府星期四表示，禁止中国和盛贵业公司及其子公司生产的用于太阳能电池板的关键材料进入美国市场，并继续支持在美国国内发展清洁能源供应链。这是华盛顿着手解决东突厥散持续存在的侵犯人权和强迫劳动问题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也是打击美国所说的中国不公平经济做法，并推动美国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的一部分。白宫星期四在一份美国政府对东突厥散的强迫劳动采取新行动的情况说明中说，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对东突厥散的和盛贵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所生产的硅基产品发布了暂扣令，因为有合理的信息表明该公司使用了强迫劳动生产的硅基产品。因此，美国所有入境口岸的工作人员已经接到指示，立即开始扣留含有和盛贵业生产的硅基产品或源自或使用这些硅基产品的材料或货物。与此同时，美国商务部6月23日把被控侵犯人权的5家中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其中包括和盛贵业、几家生产太阳能电池板的单晶硅和多晶硅的主要制造商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联邦议员人权委员会发表的一份声明，指责中国政府在东突厥散犯下反人类罪行，并呼吁联合国成立独立的调查委员会，前往该地区实地调查。这份由基民盟、基社盟、社民党、自民党以及绿党议员共同签署的声明指出，中国共产党将以维吾尔穆斯林为主的上百万突厥裔少数民族关押在专门为此目的而设立的再教育营中。媒体报道和研究报告显示，被关押者遭到了酷刑虐待、性暴力以及心理恐吓。中国当局希望借助洗脑手段剥夺维吾尔人的文化特征。联邦议员人权委员会指出，鉴于相关指控的严重性，联合国有必要成立独立的调查委员会，对东突厥散的人权状况展开全面的调查和澄清。中国研究人员曾要求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从一个关键科学数据库中删除早期新冠病例的病毒基因序列，此举让人担心研究疫情起源的科学家可能无法获得关键信息。西雅图弗瑞德哈金森肿瘤研究中心的病毒学家布鲁姆周二在网上发表的一篇新论文中，描述了上述测序数据删除的情况。这篇尚未经过同行评审的论文称，删除的数据包括2020年1月至2月期间在中国武汉市收集的新冠肺炎住院患者或疑似病例的病毒样本中提取的病毒序列。中国商务部周四表示，中国已经就澳大利亚对3种产品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申诉。路透社认为，北京此举明显要与澳大利亚针锋相对。中国在11月宣布对澳大利亚葡萄酒征收高达218%的关税，并称这些葡萄酒被以补贴价格倾销到中国市场。堪培拉本周稍早表示，将就此事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上诉。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说，北京现在将对澳大利亚对铁路车轮、风塔和不锈钢水槽的进口关税提出上诉。他说，中国希望欧方采取具体行动，纠正错误做法，避免扭曲相关产品的贸易，使贸易尽快恢复到正常轨道。澳大利亚贸易部长邓肯说，堪培拉对中国的呼吁感到惊讶。邓肯还质疑，当澳大利亚在2014年和2015年征收其中2项关税，以及在2019年征收第3项关税时，中国为什么都没有意见，要等到现在才提出申诉。
法新社报道，根据地方政府的声明，中国河南拓城县的一家武术馆今天凌晨发生大火，目前已知至少18人死亡，16人受伤。根据报道，大火发生时，建筑物里有34名寄宿学生，受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治疗，其中4人伤势严重。受伤者多为武术馆寄宿学生，年纪介于7岁至16岁。根据拓城县政府的声明，目前大火已经扑灭，当局正在调查起火原因。